为了推动国际教育，屏东的德田乡西四国小甲故宫博物馆联谊合作，就6套主题教具伫校园内底设置移动的博物馆，希望透过绘本、故事，也有佚佗物等等，来启发遮个囡仔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甲理解。学生囡仔真专心伫咧听老师介绍无同国家的文化，边仔阁有各种绘本甲佚佗物会当欣赏体验，袂输来到博物馆。这是屏东西四国小的教室，校方为着让学生更较入捌国际文化，特别甲故宫博物院的南部园区合作，借6套主题的教具，打造出移动博物馆。我们跟故宫南院呢合作，做一个移动博物馆，让孩子了解各国的文化、饮食跟它的童玩。那我们也配合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馆藏，也用多元的文化绘本跟孩子做分享。后续还会有一些实作的课程，让学生从中间呢，不但是学到文化，然后学到知识，拓展他们的国际观视野，然后也让他们对那个自己居住的环境以及周边的这个亚洲地区呢，有更深入一点的了解。这届来看展的学生，多数拢是新住民的囡仔，因除了会当透过展览来产生文化的认同感，也通趁这个机会，继续熟家己爸爸妈妈的故乡。我也喜欢看那个越南的饮食文化，因为那是我妈妈的家乡美食，所以我非常喜欢我妈妈的家乡。透过这个展览，我看到了许多不止东南亚，还有其他许多亚洲地方，他们有一些玩具，台湾看不到的东西，或者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到的一些物品。校方希望透过这种主题展览，会当培养学生对无同国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，成做一个善良的世界公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